万国啊，恁着学罗耶和华；万民啊，恁着爱学罗伊，因为伊向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恁拢爱学罗耶和华。下面咱来念圣诗新的第6首，旧的62首，请起立。咱有缘徛咧吼，咱来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做咱的告别吼。好来，咱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对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我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咱甲上帝搁好，阮神就是圣神，踮在咱中间，天主开来，咱入万世事中做见证，伊甲做过来，咱信。圣经是上帝可记的，记载伊的救赎，做咱信成就。就将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过好甲的使者，是普世要顶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妇人，通过疼甲受苦。来听这5万的记号，相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做着写落，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应转上帝。相信上帝让有尊严、财运甲乡土，在什么世界对安尼。咱有社会对治经济，追求真正的心，人有罪，往这因素，
捌伊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挖出耶稣基督的救恩，伊咧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白，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是基督真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真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欢喜。咩？加谢。下面是启文哈，启文新的第46篇，我来启会众来引哈。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伊造地，互地有形体。伊做的毋是混沌。是而且要安尼讲，我是上主以外无别个。我无伫阮捌个，也是黑暗中甲恁讲。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日是2023年的头一日，咱拢真欢喜。伫这个时间，大家做伙来这敬拜你。伫咱过去的一年，世界上有真侪疫情，有战争，有天然的灾害发生。但是因为有你保护阮，虽然阮有真侪人拢得到确诊COVID-19 这个新冠肺炎，但是拢会当得到安然度过，无得到拍阮的身体。伫这个新的一年的年头，咱要为着台湾这土地甲所有人民祝福祈祷，求上帝祝福台湾成做一个新的国度的子民，互阮拢离开这个歹的。阮要感谢你，阿罗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咯，下面咱福利团契吼，来念感谢俄罗主耶稣基督。
感谢妇女团契，甲咱献出遮尔好诶诗歌吼。下面咱是恭修上帝话吼，咱来读圣经创世纪1章1节、2章甲3节吼。来，咱开始。王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空空混沌，深渊的面上黑暗。上帝的神运动伫水面，上帝讲就有光，就有光。上帝看光是好，上帝将光暗分开。上帝叫迄个光做日，叫暗做暝。有下火影会早起是头一日。上帝讲。在水中间有冲冲，从水甲水分开，上帝就做冲冲来分开冲冲下的水，甲冲冲顶的水，就安尼。上帝叫冲冲做天，有下远有早起。是第二日，上帝讲。天的遮个水就直接到第一所在，大地就出现，就有安尼。上帝叫地做地，叫直接的水做海。上帝看伊是好，上帝讲地就发草以及结子的草，是照顾做起的树。伊内面有伊的籽伫地上，就有安尼地就发草，甲鸟类结子的菜色，鸟类生果子的树，内面有伊的囝。上帝看伊是好，有下远有早起，是第三日。上帝讲。天内的冲冲就发光下体，来分别日暝，也通做调头，四季日年，互因做光体。伫天的冲冲照光伫地上，就有安尼。上帝就照大的光体两个，大的光体来管日时。小的光体来管年事，就照精进。上帝掠因伫天里的强冲，互因照光伫地面，也要管有日暝，分别光暗。上帝看伊是好，有下远有早起，是第四日。上帝讲，叫做生团做做。有活命的动物，鸟飞伫地的顶面，天底的强冲，上帝就创造海的大鱼，甲水内都是活命的动物，各照伊的类，开创造养育规鸟，照伊的类。上帝看伊是好，上帝赐互因讲。叫生团甲天真多，充满伫海内的水，然后鸟只生团坐坐伫地里。有下远有早起是第五日。上帝讲，地要生有活命的动物，照伊的类，精生通化地上的走兽，照伊的类就有安尼。上帝就做地上的走兽，照伊的类精生，照伊的类地上一切的动物，照伊的类，上帝看是好。上帝讲，咱着做人亲像咱的像，照咱的款，互因管理海内的鱼，天顶的鸟，甲精生，甲地上伫带就通带。上帝就创造人，亲像伊家己的像，照上帝的像创造伊，创造因男的女的，
上帝赐予因，上帝阁对因讲，着生海真多，充满伫地上来较赢伊，也着伫你海里鱼、天里的鸟，甲地上一切所叮当的活物。上帝讲，我有互恁遍地上一切结子的菜蔬，搁一切的树，其中有结子的树的，我当互恁做食。论到地上一切走兽，天中一切的鸟，甲地上一切叮当有活命的物，我讲一切青草，因做食物，就安尼，上帝看伊一切所做的，看真好，有下远，有早起，是第6日。伊天地甲伊一切所有的已经做完，伫第7日，上帝完伊所做的工，又伫第7日煞少伊一切所有的工。上帝赐福第7日，定做圣日，因为伫即日，上帝听伊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下面咱请牧师来甲咱讲道，题目是创造甲安息。咱请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2023年，咱第一季的新眼光读经本，毋知大家拢有摕到无？若无，后壁遐也阁有哦吼。今仔即期的即个新眼光读经本，伊的标题是啥物？知影无？标题是啥物？袂记哩哈，去看哦。迈向新可能，来讲一解，预备来，迈向新可能。好，伫个即本即季的新眼光读经本，迈向新的可能哦吼，伊伫遮要来带咱来读2本的即个圣经，2卷的圣经，这2卷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头一卷创世纪。甲新约圣经的头一卷马太福音，大家有注意到无？吼，伊是甲咱读旧约第一卷，甲新约的第一卷。当牧师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阵，深深伫遮来感受到，咱这卷的创世纪实在是真正伟大的作品。因为伫其中所记载的，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伊会想要来去关心，想要来去探讨，要来了解，就是关系到存在的奥妙。譬如讲，这个宇宙是怎样来产生的？这个天地万物是怎样来造成的咧？地球顶面，这个动物、植物以及人类，咱人类佫是怎样来的咧？也佫有咱人活伫这个世间，到底有啥物价值？有啥物意义？有啥物目的咧？其实也佫有真济讲到婚姻的原则是啥物？罪甲痛苦以及死亡是安怎来的咧？宇宙，这个宇宙甲人类最终极的迄个结局是啥物？这个等等，拢是甲咱人非常有关系的问题。这个也拢记载伫个创世纪的内底。咱知影这位是什么人吗？这个是真出名已经过蒙主恩调伫个天堂咧看咱真出名的圣经学者
大卫包身牧师，伊咧讲解即个创世纪的时阵，伊讲吼，即个圣经啊，即本的圣经有两大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即个世界出什么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开始，兄弟姊妹，读圣经就是要互咱来知影，咱所徛起的这个世界到底是出什么款的问题咧？咱应该拢承认，咱徛起的这个地面上真侪问题，真严重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一回事？以及第二个，就是上帝要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人有法度解决无？什么人有法度来解决这个世界所出的问题呢？当然是创造主上帝。咱的主上帝，伊是要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上帝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对圣经对头到尾拢有记载，总是迄个方法，就是伫个新约圣经内底。所以新约圣经第一卷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来讲起啥？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是对罪人所造成的这个家谱，总是因凭着信心，开出一条恩典的路，将上帝的救赎恩典带予全人类。好，咱专心来听哦，牧师伫遮来思想，2023年第一季，这个新眼光，伊安尼的编排是非常的有意思啦。兄弟姊妹，行伫个人生的道路顶面，咱需要有深沉的一种的思想，就是咱的人生到底出什么款的问题？找到这个问题了后，就是要怎样来面对，针对着这个问题来处理，来做解决，勇敢面对问题，来试想讲要怎样用迄种突破性的思考方式来解决问题，才会当确定咱生命的境界，互咱会当一步一步不断来成长，过互咱的人生会当迈向新的可能。经过2022年新冠肺炎的威胁，苏联、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咱的经济真正当，现今咱就要行入去2023年。兄弟姊妹，虽然真侪的问题犹原抑阁存在，总是你有相信你的未来会更较丰盛，更较得到稳定吗？有无？咱爱有信心。你相信2023年是一个充满希望，是一个值得感恩的吗？牧师相信，因为咱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伊要用伊大权能的圣手，伫遮来扶持，伫遮来帮咱，来保护你担当袂起的，统统交给他，拢交托互伊。全能的上帝要有好的排比，咱的上帝佫是一个充满慈悲怜悯的上帝。每一天，伊要降落新鲜的玛纳，就是
到咱用的稳定。兄弟姊妹，你既然知影上帝稳定，到也你来用，到也我来用，安尼咱就无惊这个挫折甲失望，反正会当安怎越挫越勇。咱会当来抓住每一个新的机会，甲一个要做新的代志的上帝斗阵来同行。所以每一天拢是新的，每一天拢有上帝的祝福。请问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啊？要来甲这位听从你的上帝斗阵来迈向什么？新可能，迈向新的可能。就是咱的新眼光的这个主题，迈向新的可能。对今仔日开始，咱就要对这个新眼光读经本来读这本《创世纪》圣经的头一卷。按照惯例，牧师会先来介绍《创世纪》的一寡基本的资料。《创世纪》这个意思就是源起头。也是讲起源、源起头，这个名真哈捌字，因为伊记载这个宇宙甲日月星辰的源起头，伊的来源记载咱所徛起这个地球的来源，记载动物、植物以及人类的来源，嘛记载婚姻甲家庭的来源。以及文明、文化、科学、艺术的来源，伊也记载罪、痛苦，还有谋杀、战争、死亡的来源，嘛有记载啥献祭？什么人头一届献祭？会记得无？阿伯甲该恩，甲阿伯，头一届献祭的源头，所以咧，正亲像这个大卫包森牧师伊所讲的，创世纪毋那是圣经的头一卷，伊也是规本圣经的基础，因为所有的问题，迄个经济那个种子来源，你拢会当伫创世纪来读到。来了解，来知，所以牧师非常期待，咱兄弟姊妹大家好好来读，咱读创世纪，会当更较明白咱的主上帝伊的心意。创世纪的作者是什么人呢？按照犹太人传统的这个讲法，是迄个捌做过埃及王子以色列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摩西所写的。摩西虽然是以色列人，总是依互法老的查某囝来收养，成长伫当时上界有文明文化的埃及的王宫。当时的埃及王宫传讲收藏全世界上界丰富的这个书籍，图书馆里面藏书最丰富，所以伫遐个所在受到上界优秀的教育，绝对有法度来写出这个伟大的经典。犹太人因将这个旧约圣经的头5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称作是摩西5经，也是讲律法书。这5卷就是摩西根据当时流传的这个各种的文献，甲口语相传，口语口传的这个资料，也阁有家己亲身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啥？是伫个圣神的带领下面，来将这个来编写成做册，总是
嘛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安怎？上帝亲自来启示。就哪敢若就哪敢若是啥？譬如讲创世纪头前这3章啦，就哪敢若是啥？上帝亲手牵着摩西的手来写出来，搁哪亲像上帝将摩西的灵该提升到第3顶天，甲保罗同款，提升到第3重天，互伊登去到迄个创造世界迄个时，伊敢若看去上帝怎样来遮会创造，以及发生伫爱莲园的悲剧，到底是安怎样来发生的？兄弟姊妹，创世纪拢总有50章，一般的圣经学者会甲伊分做2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1章到11章，第1章到11章，这是有关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甲文明的起源。第二个部分就是对第12章到50章，伫遮要来进入到所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因最伟大的4个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甲约瑟的故事。为什么要特别对遮的民族的中间来竞选出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因为救恩对以色列出，耶稣基督的族谱对这个家庭出来，所以兄弟姊妹，创世纪不是记载足济什么代志，是记载上帝看最重要的代志，上帝看最重要的代志，所以才会当记伫个圣经内底。好，所以不是咱人看做重要哦，是上帝看做重要的代志。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31节，以及第2章第1节到第3节。读拄啊，咱大家咧读的时阵，敢有人咧讲哇，哪会遮尼长？有无？有人安尼咧想无？毋敢讲出来吼。好，各位，请你看互清楚。这第1节到31节，这是关系到啥？关系到这个规个宇宙万物的创造的记载呢。敢若通过这的短短的文字，就会当将整个这么伟大创造的工程清楚来记载落来，互教会甲99会拢看有，拢听有。哇！这点毋是一个伟大的神力吗？你要怎样来写，会当甲这个创造的历史这么简单、这么简要，就甲伊写出来？哇！这是一个复杂佮奥妙的创世的过程呢。竟然圣经用短啊这的文字，所以无长，绝对无长。哦，你若是干那讲吼，这个吼，真正若要写吼，迄几啊拖拉库的这个图书馆的一切拢缀袂完。所以吼，咱慢慢啊来读。吼，创世纪第1章第1节讲，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兄弟姊妹，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圣经内底有真济的原起头，头拄仔我讲到真济啊，有真济原起头，总是并无包括上帝的原起头。因为啥？上帝并不是对这个时才存在，上帝不是对这个时才存在，伊是也未有创造，也无有这个世间万物以前，伊就已经存在，
伊是宇宙中的第一因。兄弟姊妹，上帝的创造，我若上简单来讲起来，伊就是创造出一个适合咱人类徛起的空间。上帝创造的就是空间甲时间，咱人就是活伫个空间甲时间的内底。咱来想看觅。回去的时，搁来想，所以上帝创造的是一个适合人类咱人徛起的所在，并且伊用时间来计算咱人的历史，所以才有法度有科学嘛。科学是建立在数学上啊，对不？亚伯，是不？若无这个数学啊，若无这个时间，无空间，咱是混沌。所以兄弟姊妹，咱有限的人，受到时间甲空间的限制，总是创造主上帝无受时间甲空间的限制，伊是永远到永远，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就是咱的信仰。咱若问你讲，你相信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爱讲，我相信，冤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如果你若是无相信，有一个永远者，伊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甲咱人类，安尼咱的生命。你就会因为找无根源，没有根，陷落伫个焦虑、混乱，你无通活去。如果你相信有这位创造万物永远的上帝，安尼你就应该知影，伊掌管你的明仔载2023年的每一天。伊行伫你的头前，为着你来开路，伊要扶持你，要帮助你，互你的每一天拢活伫伊疼的保守、看顾的当中。然后，咱来看从世纪第2章开始，就来讲到上帝怎样来创造的这个顺序甲方法。这张图真简单来介绍上帝6日的创造。兄弟姊妹啊，牧师若咧讲圣经创世纪第1章第1节啦就法度讲一段啦。所以因为今仔有遮尔济爱讲，真济咱无法度来。你看伫即个图安尼，上帝第1天做出光，将光甲暗来分开。兄弟姊妹，光是一切物质的源头。你无光，啥物拢失去。第二天分开啥？水。咱天顶有水呢，咱地面有水，咱看会到；天顶有水，真济你嘛看会到。咱看中国字足趣味的，迄个云，云啊，上面是雨，迄个露水，上面是雨，霜上面是雨。咱中文内底啊，那是顶管是雨的，都是天上的水，天顶的水。上帝将水分开，天顶有水，下面冒水，就是海啦、河啦、川啦，对不？海、溪啦，这种的。啊，中间呢？中间是啥？中间叫做穹苍。穹苍就是咱人类徛起的所在。空气啊，简单讲就是空气，下对不？咱人是活伫空气中哦，你若是爬到关山去的时阵啊，有些人呼吸困难，因为安那空气越来越稀。所以兄弟姊妹，人是活伫
即个空气的当中。第三天，上帝甲迄个地面上的水自己做一块，互大地会当露出来。各位兄弟姊妹，咱定咧在咱的科学甲咱遮的研究者甲咱讲即个地球的水占有啥70%？你知影咱身躯内底，咱的血液、咱的水嘛是共款占70%。咱徛起的土地只有占30%那尔。总是人爱伫地面上来生活，所以上帝是为着人来做一个适合人生活的这个空间甲地面。当然你会当浸水，迄个潜水足久的，也毋过你也是爱伫咧地面。第四天，各位爱注意哦。第四天，上帝做光体，做这个光体会当来分开日暝做记号，定节日、日期、年岁。各位，光体会出现，代表什么？时间开始运行。因为这甲咱讲，第四天这个光体是要分日暝做记号，定节期、日子甲年岁，时间伫遮来运行。所以咱有时间，你才有法度来计算讲这个地球活偌久呢？毋过未有光体以前的活偌久，你毋知？是吧？第五天，上帝创造出啥？海甲空中的活物。我阁袂记哩。第三天嘛有创造出植物咯，植物先的哦，植物啊，然后到第五天的是海甲甲地水内空中甲水内的遮的鱼甲鸟啊，第六天上帝创造出啥？伫个地面上行的动物，有精细，有昆虫，阁有野兽。各位，我要甲咱讲，创世纪所记载，拢真简单，也毋过咧，都非常的正确。因为咱知影科学嘛，甲咱证明，先有天，先有遮的山甲海，才有植物，有植物了后，才有啥？有植物了后，才有动物。才有动物啦，然后，这个动物分做精细，这个牲畜啊，是会当饲养的。譬如讲，咱会当饲牛、饲羊、饲马，这个可以养的。还有昆虫类，昆虫比我们还老我们要尊重它。还有野兽，野兽是啥？野兽是无法度驯服的。你莫去想讲你要饲一只老虎啦，对不？你要饲一只小绵羊。最后伫第六天的最后，伊较创造出啥？创造出人类。所以兄弟姊妹，咱人是上帝最后的创造，嘛是上帝最与众不同的创造。无同款的创造，安怎样无同款？咱咪较讲，所以耳孔开起哦，咱咪较讲啊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有注意到？他拄仔你咧读圣经的时，你有注意到无？上帝用什么来创造？上帝用什么创造？上帝用伊安那？伊的 no， 我即马先问头前，上帝怎样创造？上帝用伊嘴安那？嘴所讲出的话。所以兄弟姊妹，咱伫第3节内底，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第6节甲第7节，上帝讲这水的中间爱有空气，将水分开。上帝就做出啥？就做出空气中枪，将这个顶面的水甲下面的水分开。
圣经佮讲一句啥？事就这样成了，代志就安尼来成就啊！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讲有就有，事就安尼成。这个很重要。我期待咱伫咱2023年，每一天，当你去拄着有啥物代志的时阵，你爱来想，上帝讲有就有，然后事就安尼成，事就这样成了。在一站嘛是同款，所以咱伫遮来看到吼，伫咧做人进前，上帝所谓创造，拢是用伊啥？伊口中的话语，伊讲有就有，事就安尼成。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安尼讲啥？讲咱因为信，就知影这个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来做成。兄弟姊妹，咱人活伫这个世间，有真侪的代志，要凭着咱这个有限的头壳，有真侪代志你无法度去理解，你无法度明白为什么会安尼，所以才有10万个为什么呀？还有更多的为什么？所以你无法度理解，要怎样咧？你爱有信心，你爱凭着信心，你才有法度勇敢来踏出你的下一步啊！信心是咱活着的一个必要的根基。你无信心，你做代志你无法度来做。咱凭着信心要来知，咱的上帝伊毋那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并且伊个继续的安怎来持守、来保守、来看顾，因为既然伊所创造的，伊拢讲啥？好，上帝看做好，所以咱有注意到无？每一届创造了，上帝拢会讲啥？上帝看做好的。上帝足够欣赏伊创造的呢。你会晓欣赏你的手所做的吗？你会晓欣赏你的囡仔无？迄是对你出的哦。你会晓欣赏无？你的工作，所以咧，上帝拢看做好。尤其是当最后人类被创造出来的时阵，31节伊讲啥？讲上帝看这一切。人做出来了后，上帝看 good， 足赞，甚好。你有看到无？人类创造出来了后，上帝讲赞啊，非常的赞。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爱知影，你是上帝最好的杰作。咱是活伫上帝美善的旨意中，兄弟姊妹爱有这款的信心。咱是活伫上帝的美善当中，2023年，伊必定要来带领咱，会当活出丰盛个美好的一年。所以，人是上帝所为创造当中上界尊贵。上帝看伊上界好，咱头拄仔讲，创世纪头前，咱看上帝创造，拢用伊喙的话讲有就有，事就安尼成。总是只有人的创造特别无共款，怎样无共款咧？26到28节，上帝讲啥？要照着阮的形象啦，来创造人，搁互伊安怎管理。所以兄弟姊妹，人的尊贵，人的无共款，就是啥？咱是照着上帝形象，其他的动物、植物什么没有，只有人特别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兄弟姊妹，伫这段圣经内底，
其实足丰富的，佫会当讲，佫会用讲一讲，毋过咱莫伤济，因为遮看着讲人的宝贵，人的价值，咱人活伫即个世间的目的是啥？上帝将万米交托互你，地面上的万米交托互你来管理，你是代表上帝呢来管理即个地面。所以每一届当牧师若拄着挫折，牧师嘛会拄着挫折啦，对无？嘛会安尼心情足压榨的，足郁卒的，失落信心，找无家己的价值。迄个时，就爱搁一届来读即段圣经。每一届，你会搁重新得到快乐，因为你是上帝看做宝贝。是吼。所以兄弟姊妹，咱即个人的价值，毋是别人安怎讲，你就安怎；毋是人，嘛毋是环境，毋是环境安怎甲你讲、甲你拍、甲你安怎，你就变做无价值。无，早伫个咱还未出世以前，上帝就已经安怎放伫咱的心中，迄个价值。因为咱是照上帝的形象所做的，伫咱内面有上帝的 DNA 呢，基因，所以咱才有法度称作是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尊贵、荣耀的身份甲地位。所以毋若安尼，上帝佮设立咱，成做地面的领袖。咱爱负责任，甲伊斗阵来管理伊所创造遮的一切。兄弟，你的价值非常尊贵。甲你的隔壁讲，你的价值非常尊贵。非常尊贵啊！你这个有价值的人啊，所以兄弟，咱爱看重上帝的创造，伫咱内底的价值。毋免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也是因为人对你的无了解，也是安尼凊彩甲你讲迄落，也是讲咱拄着一时的挫折失败，咱就看轻、看轻、贬低自己，掠做家己拢无路用。No， 你真正尊贵，上帝疼你。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用伊的形象来创造人，就是爱人，咱人来代表伊管理地面，并且伫咱的生活中爱活出上帝美好的形象。所以其实兄弟姊妹，咱也个爱不断来开发你内底的潜力，将上帝放伫你内面的宝贝，甲伊挖出来。爱会记你还未完工，你还未完工，你也个咧继续创造。所以咱逐工爱互家己安怎学一丝新的物，逐工读一丝学一点新的能力，每一工成长一丝昨甲一个姊妹咧开讲，伊讲着讲哇，怎么拢爱少年呢？老的安尼变无脸啦，敢安尼？老的敢变无脸？各位兄弟姊妹，毋通看轻，老的哪有可能变无脸？我要甲咱讲，变无脸是因为咱拢无要学习啊！变无脸是因为咱停止成长。这个世界变化足侪，并且资讯足丰富的，你逐工拢会当透过学习，互家己哪来哪成长，并且爱活到老，就爱安怎学到老。你毋通互家己停留落去，安尼你真正是变无脸。你爱安怎？逐工读一丝逐工互家己来成长，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已经将迄个
创造新的物放伫你的头壳内底。你爱对这个时代来咧进步，来咧行，你爱了解一寡新的代志。所以，我师咧思考，伫个新的一年，咧带互咱兄弟姊妹什么咧？做牧师就是爱督促、督促大家安怎伫个属灵的生命，每一天你拢爱成长一点点。成长一点点，0.001也好，只要你有成长。所以牧师伫遮来计划，每一个月想讲要来甲大家分享一本属灵册的重点的摘要，读书摘要啦。我逐工若分享一书啊，你一个月就读完，甲牧师斗阵读册，读完一本册。迄个属灵的这个那个灵命比较成长的，咱来对应来学。今仔早起牧师已经先铺一部分啊，恁登去看恁的手机啊，应该没有人没有手机吧？大家拢有手机啊，请你来读看卖。伫个1月份的时阵，牧师伫遮要甲咱分享的是这本的册。这本册，伊叫还有更多，还有更多，你还需要更多，你需要更较多啦。咱伫属灵的内底要有神圣的不满足，我还要有更多。伊的标题讲啥？当世界讲你袂使的时阵，上帝讲你会使；当世界讲你袂使，上帝讲你可以。这本册作者就是这个，甲咱瓜长老同款，读甲光光的，这个畅销书籍的作者布莱恩，休斯顿，伫遮有这个标杆人生，相信大家对这个标杆人生的作者，华克林牧师大家真熟。伊伫遮来写书评，伊讲还有更多要帮助你。正着相信上帝掌管，还是活出完整的生命。所以华克林牧师讲：“我挑战你，来读这本册，这本册来影响你的生命，来改变你的人生。”时间啊，足紧的好佳哉，咱行一阵尔，一长尔，所以用阮话甲继续讲了。兄弟姊妹，咱逐工做工课真重要。也毋过共款有一项代志真重要就是啥？休困。大家甲隔壁讲，休困嘛真重要。休困嘛真重要咱爱会晓伫咧工作甲休困的当中，取得平衡，这是一种的生命智慧。生命的智慧，所以创世纪第2章第1到第30讲，这天地万物拢做了，到第7日，上帝安怎休困？上帝休困，上帝祝福伫个第7日定做圣日，因为伫7日伊休困。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毋是工作狂伊用6天来创造。第7日，伊需要休困。咱来想看卖，连这个大官人的上帝拢需要休困，何况咱？咱敢毋免休困吗？所以兄弟姊妹，你爱学会晓休困。逐工拢投入伫咧做工课，毋敢休困的人，其实是足无安全感的。足无安全感，你莫讲我足骨力，其实你足无安全感，因为你惊趁无，惊你趁无够，若无工课、无尊严、无钱、无收入入来，我就敢若变做无价值的人。兄弟姊妹，你惊休困吗？你毋敢休困吗？伫个6日的创造了后，上帝伫第7日休困，并且束缚
伫安息日，伊有用时间来欣赏伊所创造的。咱嘛是共款，你无用工课了后，你需要耶稣嘛爱退去到旷野，互你的心灵恢复元气。有一个小故事讲，两个樵夫去山顶砍柴、插树仔，少年呢足拼的，哇，规工一直插，一直插，啊，另外一个较老的啊，休困几点真久，就坐落来，啉一个茶，休一个喘，啊，即个骨头小可磨一下，啊，等下开始，即个少年呢，头一工插比老的较济。啊，搁过几工啊，阮两个人出啊差不多，搁过几工，迄个老的讲比迄少年的做搁较好，搁较济。即个少年就奇怪，我就甲伊问讲，我逐工拢比你遐尼认真，加做工课，加做几啊点真久呢？是安怎我找的树仔无你遐济咧？啊，即个老的就甲伊问讲，你看你的斧头，拢钝去啊？拢有空啊！你敢有时间甲你的斧头挖互来吗？兄弟姊妹，你的斧头，你有挖互来啊无？如果咱的生命意义，敢若是不断咧做工课，无用，搁再无用，无用，搁再无用，你的生命真紧就会断掉了啦。哎呀，你会看遐个为虾米有诶安尼足有成就诶啊安尼结果安尼，咱感觉哎呀，英年早逝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迄就是啥？无休困，你拢无休困啦，你的身躯是啥？袂堪的呢？你毋是无极铁金刚呢？甲隔壁讲，你毋是无敌铁金刚呢？你毋是铁做的呢？铁嘛爱甲沾油呢？如果咱逐工无闲甲无时间休困，无时间甲咱厝内底的人咱的好朋友斗阵来那个庆祝，还是生日，还是啥，享受你乐乐所得到的，安尼你就是做工课的奴才嘛，你就是工作的奴才，你是奴隶的，奴隶没有休息的自由，你奴隶是拢袂互主人的，你唔敢休困。因为你袂使无做工课，你不能，你没有那个自由。所以兄弟姊妹，圣经讲，上帝赐福和安息日，因为伫即天，上帝孝以一切创造。兄弟姊妹，咱爱会记你一件代志，你对这个创世纪对头读到尾的时阵，尤其到后面你看见，上帝的第7天是人的啥？人的第1天，上帝的第7天是人的第1天。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上帝6天创造天地，第7天创造，第7天就休困。人是第6天上恶的创造，人是一创造了后就安怎？甲上帝斗阵进入安息。所以上帝敢有讲你先做工课，你较休困？上帝有安尼讲无？无哦，你还未做工课以前你就甲上帝斗阵进入安息。为什么你会当甲上帝斗阵休困？因为上帝拢做好啊啦，上帝拢做好啊！各位兄弟姊妹，毋是咱外口做，是上帝要祝福你，你就法度做这做迄。毋是你外口走客户，外口敲电话，上帝今仔日要祝福你的时阵，你就得到了，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兄弟姊妹，你来看，上帝拢为咱准备好，你家己无需要为家己准备你的阳光雨水。你嘛毋免为家己准备遮的动物、植物、什么经济、土地等等，上帝拢已经准备好。你所需要遮的一切，上帝拢总知。所以马太福音第6章33节，安尼怎讲？大家记得无？
恁着爱安怎？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遮的一切拢要加添互你。所以兄弟姊妹，咱人会当安息，会当休困，是因为爱有信心。你爱相信上帝拢为你备办好。如果你若无相信上帝早有准备，咱就会足担心的。哇，迄报纸讲吼，迄退休爱偌济退休金呢？啊，1000万，上无嘛爱700，哦，搁爱一间厝，毋免贷款。我都烦恼到要死，遮个少年人，大家拢拼甲，大家拢咧拼，咱足烦恼的，欠东欠西。咱真拍拼为家己准备一大堆，无闲甲拢无法度享受你所劳苦的。兄弟姊妹，新的一年，你敢有相信上帝已经为你备办好？也是你有缘为家己要来准备咧，求上帝帮助咱。伫新的一年，咱要迈向新的可能，咱就需要有这个创造甲安息的智慧，就是工作甲休困。咱若要爱得到这种的智慧，你就爱更较进入来明白这个丰盛的上帝。咱爱对上帝遐讨问题，毋免搁家己做甲要死啦。迄是戆人哦！你爱会晓进入上帝内底，来向上帝讨。主啊，我需要啥，拢甲伊摆出来，单拢甲伊写好，逐工祈祷，为着伊祈祷，咱才有法度来接受到更较丰盛的稳定甲祝福。新的一年，上帝帮助咱，伫信仰更较扎根。咱才有法度亲像一丛树栽伫啥海溪水边，嘿，无管是抗旱的时，也是高大的时，咱拢要照时结果子，要照时结果子，因为咱的主上帝听咱，伊要祝福咱。这是请咱三个来祈祷。主啊，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是施恩赐福的上帝，你是怜悯听当阮的上帝。主啊，阮常常为了家己备办济济，阮心内底真济会无安全感，感觉真欠缺，感觉无够额。阮想要爱安尼，想要爱安尼。主啊，阮想济，求你帮助阮，将你家己放伫阮的内底。互阮的灵，因为有主甲阮三角伫底，阮就心满意足。阮会当倚靠主来活出丰盛的人生，会当享受丰盛的人生。主啊，阮趁偌济，拢无算啥物，阮会当伫这个当中来享受主的稳定、甲荣耀。求主帮助阮，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回应上帝的话，下面咱来吟圣诗新的第7首吼，我加起哩。
对，下面咱的方言者，就叫技术来头前吼。要来领受你对阮的祝福，我嘛要来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知你一年到尾，你已经将你的平安赏赐予阮，互阮每一日拢有你来甲阮同行。主阮嘛知你丰盛的性命是你来赏赐阮对阮一生中的计划。阮即时我嘛知影，你来将稳定成做年岁的冠冕，伫你的路拢有油得滴。主阮感谢你，若伫阮的一生中，拢有你来甲阮相同行，阮嘛要知你要来逐日来更新阮，互阮有你的形象来行出真对你真好的荣耀来。主阮即时嘛要来将阮的奉献来献上，求主才会奉献要来诚做芳芳的祭，求你来感纳，你来欢喜，来感纳。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真济吼，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报告吼，下边我来报告吼。第一项，新年恭喜吼，上帝祝福2023年大家蒙恩得福，出来平安，入来平安。恁爱为过去得伟业的迄个所在，咱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的所在，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为年头甲年尾，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迄个所在。伫元旦的年假的期间吼，有真侪兄弟等于回乡吼，或者旅游吼。求主祝福出来平安，入来平安。今日本会敢若有一场礼拜吼，曾牧师受中会差派到埔根教会服侍分享，请代祷。在务组报告，请各团契会议伫个2022年1月到12月的团契谢幕整理好，伫个正月15主日前交查销委员心仪节甲怡君节检查吼。本会义泽弟兄伫个2022年12月27日下晡
1:55分，蒙主恩召，煞了世间的路苦，享年83岁。定义伫咧正月初7拜六上午7点半，伫邦桥殡仪馆崇仁厅举办安孝礼拜，随后伫咧三峡新花园火化。会当参加兄弟，请伫教会一同来顶下报名，会当安排车辆。福音车当日伫咧6:50分早起，6:50分出发。第二项，正月初4拜3上午10点有新安宫的查经班，欢迎参加。第三点，正月初8下礼拜举行团契会长就任式，主流号校长文义青少课会长俊杰，社青会长姓维，妇女团契会长月娥，抗日团契会长瑞祥甲秀梅姐，少年会长岳竹长老敬拜团团长韦佳，圣歌队队长博良，聘请圣歌队指挥刘宏慧老师请以上会长同工小注意一下一定要参加啊！伫迄天下晡1点，伫咧教会6楼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团契会长参加然后提案，请伫咧正月初6礼拜5前，交中职会书记宪伟执事整理。中职会后召开小会，请小会留落来第四点，正月14礼拜6伫咧三峡大板根举办长职同工训练会请同工伫咧当日9点伫咧教会集合出发，10点伫咧大板根的酒店1楼会合。第5点，2023年的家庭礼拜安排插花奉献，每礼拜1,200块，甲清洁奉献嘛1,200块，拢搭咧后壁的公布栏，请兄弟伫咧1年中至少安排一摆家庭礼拜，互家庭诚做祭坛带来祝福，并且伫咧生日、结婚纪念日顶有价值感恩的日子，为插花清洁签名奉献，互应邀归上帝。也点台北中华第72届第1次议会，定于2023年1月初10拜2上午10点伫大洲埕召开。本会总牧师、林牧师、詹牧师前往参加，请代祷。第7点，2023年1到3月份的新安宫的读经本迈向新可能已经到位，请一人带一本转去，邀请兄弟每日单独会主，每天至少10分钟的读经、祈祷、亲近上帝。塑造新国的价值观，请你如鹰展翅，重新得力。酒吧内底有业于正月初6到12的新安宫经文的金句，经过读导读，欢迎兄弟使用圣经的填充题是创世纪1到7章本集的寿星1月1号民主节1月3号世新1月4号浴血5号连交节狩猎节6号如品愿上帝祝福伊日文恩得福有来我请起你我们咱个祝福一下祝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下面咱来读咱今日的
即礼拜金句吼，好来。伫第7日，上帝愿意所做的工，就伫第7日煞伊一切的工所做的工。上帝赐福伫第7日定做圣日，因为伫迄日，上帝听伊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创世纪2章2到3节，咱搁一摆吼。第7日，上帝愿意所做的工，就伫第7日煞伊一切所做的工。上帝赐福伫第7日定做圣日，因为伫即日，上帝听伊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创世纪2章2到3节。咱请牧师来带导。来，咱先来介绍，伫咱中间吼有一个谢宜龙姐妹，敢还阁有伫遮无？嘿，在哪里？谢宜龙姐妹，请你站起来，来，咱欢迎伊。这是谢宜龙，好，请坐。这是丽珍姐的女儿，这个义泽兄伫1月7号举办告别式，咱兄弟姊妹若会当借这时间可以，咱就拨时间来去参与伫遮来甲伊安慰因为是敢若有较早所以大家就爱准备咱今仔日开始礼拜了后，牧师会伫个赖群组内底登记会用参加的人就名就签落去，安尼咱才会法度安排车辆咱阁有即个初期者第2后生对无对不对对伫个南非对航南非来到台湾看妈妈欢迎伊欢迎伊敢有要留到过年？无哇无上帝甲恁三甲弟弟好，来，咱即时请大家起立，咱来为着逐项咱所需要的代志，用祈祷向咱的主上帝来求讨咱开声开嘴来祈祷。是阮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你将这个祈祷的权柄放伫阮的手中，互阮会当通过祈祷。主啊，阮要打起信心的楼梯，上到主你迄个所在。主啊，求你也将这各样的恩典。阮所需要欠用的一切对天降落伫阮的心上，互阮会当丰丰富富来得到领受，充充满满有恩典，有主的慈爱。主啊，阮要满心感谢你，主帮赞，互阮兄弟姊妹，阮来学习每一天来浸伫主的听当中，互阮会当常常学乐，常常感恩，常常来思想主的恩典，主的听伫阮的中间。主啊，阮满心感谢你，互阮活伫主你丰盛的听堂的内底，阮是何等有福气，阮是何等的自由的人。主啊，阮满心感谢你。但愿即时也为了教会逐项的事工，伫遮来三体祈祷，求主兴起，互阮教会伫 RPG 的小组会当有更较侪人欢喜伫遮来参与，阮会伫个家庭的这段中会当更较侪人同心来祈祷。主啊，阮也要为了阮的中职同工服侍者三脚来祈祷，以及阮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工作，主啊，拢求主你赐福气伫阮的心上。主啊，阮人是软正软弱，这代志阮无法度知影，也无法度来做啥物，总是主你教阮三脚弟弟，你陪伴阮，你引带
阮就看见头前，阮有新的可能。主啊，2023年，阮要甲主斗阵来迈进这个新的可能。主啊，求你加享受，互阮搁较侪，搁较侪，迄个属天的稳定，互阮有智慧、有气力、有能力来甲主三甲同行。当阮软弱的时，主啊，你抱阮伫你的行程；当阮悲伤艰苦心的时阵，主啊，你安搭阮伫你的心怀中，因为你看阮做宝贝。主啊，你毋甘阮伫即个这代志来受委屈，总是主你也爱阮伫即个当中来学习成长，来学习来明白主的心意，互阮会当哪来哪勇敢，互阮会当刚强壮大，来做主你爱阮做的大样美好的事工。主啊，阮满心感谢你，阮也为着出国兄弟姊妹三体祈祷洪义达登去到这个英国。主啊，阮也为着罗文、一凡、子婷依山伫澳洲蔡云、国强、伟力伫美国志宇、仲启、专家、文腾已经得要回来看义军这个洪宇伊嘛是过年了后要搁登去台中搁有梦如伫法国主阮欢喜今仔日细灵兄会当伫阮中间甲阮三甲做礼拜。主啊，求你帮助，互因无论伫逐所在，拢会当伫遐找到一间教会，真侪因的亚看伫迄个所在来得到帮助，得到扶持甲鼓励。主啊，阮满心感谢，阮也为着侪兄弟姊妹身躯软弱有翠兰姐是小秀珍姐伊的先生搁有圣山兄这个蔡红姐、数局姐阮关长老读卡嘛拢定定的引选也搁有秀丽姐福建搁有这个香梅伊的这个指数偏高，求主来医治这个雷丁姐伊的这个颈部开刀的福建搁有阮淑芬姐伊的这个长3年伊的开刀嘛，互因紧拢会当得到健康。主啊，阮的身躯是你的圣殿，是要来荣耀主的圣名，所以求主帮助阮，互阮有智慧的心，才要怎样来保守阮的身躯，互阮的身体会当哪来哪勇敢，要亲像鹰鸟来体实来飞悬，要来荣耀主的圣名。满心感谢你，阮也为了注射疫苗的以及确诊的因的福建，拢求主看顾带领。也为了这个国外的战争，也是这个施恩伊的当兵一切出入拢平安。主啊，阮也特别要甲谢义泽兄因的遗嘱交托伫主的手中。主啊，你煞伊世间的劳苦来甲伊呼召登去到你遐享受永远的快乐。总是主啊，阮人的心拢是真毋甘，求主安慰，求主将你圣心的疼。求主将你的大安慰放伫个雷丁姐因的遮甲伊的遮查某囝。主啊，帮助因伫即个悲伤的中间，主你要刺去因的目屎，你要互因搁一届来徛在会当伫遮来做搁较好的事。是主，阮满心感谢。新的一年，阮要恳求主，求你来甲阮来三同行，求主你帮助阮，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立志伫个新的一年。主啊，阮要搁较深来明白你，阮要搁较深来领受主你的疼。阮也要搁较深来得到主搁较大丰盛的祝福。主啊，阮满心感谢，阮我的心常常来学乐我的主，我的上帝，伊是创造宇宙万物奇妙的主。主啊，何等大的快乐要临到伫阮的心中，因为你甲阮三甲伫地，阮满心感谢，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英地神天地，阮感谢你。
牧师祝祷。新的一年，咱就安安跟对主的脚步，甲伊同齐迈向新的可能。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认证大家三角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